经历了3个月的艰苦鏖战，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终于来到了收官阶段。粤秀组共有24位选手通过层层筛选进入终极竞演，他们将决出10位金艺奖和14位嘉艺奖，代表粤剧新生代最具实力的粤秀组10人即将诞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越青春越闪亮，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这个美好的下午和我们相会在大宁剧院，共同欣赏永联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粤秀组终极竞演的上半场比赛。我是主持人钱云。那么首先在这里呢，我要为大家呢简单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粤秀组终极竞演的展演的规则。粤秀组的每位选手展示时间都是10分钟，选手按序号依次展示，超时将扣除2分。如果终极竞演内容与首轮汇演或晋级竞演内容重复，将扣去1分。上下半场24位选手的展演全部完毕之后，依据评委评分高低，排名前10的选手将荣获粤美中华金艺奖荣誉，其余选手呢将荣获粤美中华嘉艺奖的荣誉。此时此刻，我们的13位上半场的选手正在后台做紧张的准备。虽然他们看不到大家，但是却能听到大家最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和呐喊声。我们给他们加油，好不好？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为大家荣幸的介绍担任我们终极竞演上半场比赛的7位尊敬的评委老师，为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我们的粤剧王子赵志刚。粤剧名家王斌伟，著名作曲家何占豪老师，浙江省戏剧家协会秘书长谢丽红，昆剧表演艺术家汪世宇老师，粤剧名家金靖，著名编剧蔡福军老师。我们再次掌声欢迎，感谢7位评委老师的到来，谢谢你们辛勤的工作，辛苦了。好，那么首先我们就请出今天出场的第一位选手，5号来自绍兴市上虞区公共文化服务中心的小生演员梁玉，他的展示剧目是《陆游与唐婉》沈园绝唱，掌声欢迎他。东风曾借黄藤去，往事似烟东空醉。为什么红楼一边同山望？为什么从头倾诉心多悔？为什么青天难渡换金山？为什么晚风吹着雪中平塞门海市有彩儿，胜利四天空悲，深怨天公无情恨，万王爷，可惜算一种伤怀。
长生死天成长生死与不能月生月生叫做怎么成？人才自出情团，一生痛苦是婚姻。横渡的影响完美千真句，苦句真万千影，举笔长啸千古悲。好，首先请为5号选手梁玉打分，97.3分，96.2分，好，97.7分，96.5分，94分，96分，95分。5号选手梁玉96.20分。接下来我们请出6号选手金佳妮。金佳妮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供老生。她的竞演剧目是《赵氏孤儿》《苍天开眼，云雾散》。能跑，做
下面我们为金佳妮6号选手来打分，98.5分，98.2分，98.2分，97.8分，98分，97.8分，97分。6号选手金佳妮98分。接下来有请8号选手潘凯成，来自浙江越剧团，供小生竞演剧目《胭脂慎思》。
常理杂分离。倘若此婚真有错，我怎能为这俗事披上衣？我实是配婚断婚再重生，但愿世上小马生，一不配本配儿媳，春反而还我生命，才为情。家神是受之，是偏生，平生庄子曾虚妄，不与那。下面我们为8号选手潘凯成亮分，98分，98.3。97.6， 96.2， 97分，97.8分，96分。8号选手潘凯成97.32分
那么接下来登场的是9号选手张亚洲，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龚晓生，他的竞演剧目同样也是胭脂慎思。
下面我们为9号选手张亚洲打分，98.2分，98.6分，98.6分，98.2分，98.5分，98.4分，98.5分。9号选手张亚洲98.44分。接下来我们请出10号选手，来自温州市越剧演艺中心的张璐霞。张璐霞供小生，今天她的竞演剧目是《金钗记·见娘》。是他得将死了。什么？你亲得将死了。万万不可！你咋走了这路，叫娘死我呀！
好，下面是10号选手张璐霞，我们来看一下她的得分情况，请评委老师亮分：97.5分、97.5分、97.5分、96分、93分、96.9分、96.5分。10号选手张璐霞96.88分。接下来请出11号选手。来自杭州越剧院的温珊珊，温珊珊宫花旦竞演剧目《情探杨告》。
王魁逼不得一见，他走了长远是天子的门生，又走了丞相的御史，你们是怕他，不管杀他，怕他我要我们为11号选手温珊珊打分，98.3分，98.7分，98.7分，98.5分，98.5分，98.5分，98.8分。11号选手温珊珊98.58分。粤美中华终极竞演，越秀组前6位。在上周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带来了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终极竞演越秀组的部分内容。历经层层筛选，脱颖而出，最终晋级的24人，将共同角逐10名金艺奖和14名嘉艺奖。究竟这些荣誉会花落谁家呢？不要走开，好戏马上开场。
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23号选手，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陈丽君。陈丽君供小生，今天她的竞演剧目是《珍珠塔金塔》，掌声为她加油。
99分，99.3分，99.2分，98.8分，98.6分，98.9分，99分。23号选手陈丽君98.98分。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25号选手，来自杭州越剧院的张菊秀。张菊秀宫花旦，今天她的竞演剧目《碧玉簪三盖一》，掌声欢迎。天气我冷，我说我与他给一头被旁生知道，要骂我就一理你不走，我要怪我父母养育不
们请评委老师为他打分，请看大屏幕，98.5分，98.2分，97.9分，98.5分，98.5分，98.6分，98.3分，25号张菊秀98.40分。那么接下来呢，登场的是26号选手，来自上海越剧艺术传习所的史彦斌。史彦斌宫花旦，今天他带给大家的竞演剧目是《甄嬛青梅竹马》，掌声欢迎。
你不要再理他了。他怎么了？如女风浪，神会神法。神啊！我那口里的妹妹，我想到我自己。尽牺牲的，设法让真王为国为国。他是菲菲，又为这王爷的儿子，为公死路一条。只要皇上认定那孩子是他的，就有生路。此事一旦败露，后情埋门。这话言啊，你必不恶。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那么下面我们请评委老师为他打分：98.2分、97.2分、97.9分、96.2分、94分、96分、96.5分。26号史彦斌96.76分。下面我们请出的是28号选手，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陈丽。陈丽公丑行竞演剧目《僧尼会下山》，掌声欢迎她。农夫耕作把庭翻，
孩子真高兴啊！一家人相亲相爱都欢畅，亲邻夫妻乐天人啊！今此经不与尘出生情义，在望苦此深难承恩，承受出家当生辰，悟道王连苦万分，万子乐天是母母生，空门何来乐天人曾是思想不正，倒不是远追高飞离空我们请评委老师为他打分：98分、98.1分、98.3分、98分、98.2分、98.3分、98.3分。28号陈丽98.18分。好，接下来登场的是29号选手，来自温州市越剧演艺中心的周丽。周丽宫小生，他的竞演剧目是《狸猫换太子》《考扣》，掌声欢迎。啊
死你！公公，再打可要出人命了啊！怎么？你怕他是无缘不顾，造成你冤？你开子，3年前你在居城上边靠着御剑成礼，非正女剑。好啊，你万事不早，成礼呢？当当当！我们请评委老师为选手周丽亮分：98.3分、98.2分、98.4分、97.9分、98分、98分、97.8分。29号周丽98.08分。好，接下来登台的是32号选手，来自浙江越剧团的王伟嘉。王伟嘉供小生，他的竞演剧目是《祥林嫂洞房》，掌声。
你晓得啦。我老罗今年活了30多，这种事情从未碰到过。我才是身上三样一出坏，强凶霸道我不会做。恰好配。我老罗从小父母上房屋，见好兄嫂抚养我，不知为少年夫财难耕种，我只得深山人坳当那夫。长夜到晚至30人家年，因此让巴托老拉没来做，十指房高高兴兴开夫妇有才子，吵吵闹闹气风风。那王花闺女多多少，你寻着我苦命寡妇恰为呀哦。老拉做事他可，事到今日才清楚。他骗我姑娘不肯家在里老，有一位寡妇倒不错，她是你收进家前城中哎，十人环境俱在我，家贫无计难守寡，你自己愿意家丈夫。我自己愿意。是啊，托您个儿子，他万生一为乡因还丈夫，二为孝所讨媳妇，我花去彩礼80钱，下辈千万不算数。80钱呀，1万不知讨。我不做强盗，不做贼，你道我80钱是从哪里来？夜色里半山月里起伏高，风采如梭落不言，十三雨当三千手，冰天雪地把郎回，那不是四季靠一冬，一冬能进多少财？80钱本是吉凶，本是吉，平平凑凑凑拢来。也正是红桃花做成双对，我老罗一张欢喜半人背，10年心血化成灰，今生我想再把期望配，我是区区薄赠半千扎，换我的一公强好配。
来看一下刚才这位32号选手王伟佳的得分情况：98.5分、98.8分、98.5分、98.6分、98.5分、98.3分、98.2分。32号王伟佳98.48分。接下来登场的也是今天上半场的最后一位选手，47号来自杭州越剧院的朱健健。朱健健供老生他的竞演剧目《清风亭诗子》，掌声欢迎他。天。
那么我们请评委老师给最后一位选手2分，98.2分，98分，97.8分，97.6分，98分，97分，97.8分，47号朱健健97.84分。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终极竞演粤秀组上半场13位选手展演完毕，结果如下。在下周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下半场的精彩实况。在下半场中，剩余的11位选手将会进行激烈的比拼，来争夺10个金艺奖的名额。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越青春越闪亮，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在经历了3个月的艰苦鏖战，终于来到了收官阶段。在上周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带来了粤秀组终极竞演的部分内容。历经层层筛选，脱颖而出，最终晋级的24人将共同角逐10名金艺奖和14名嘉艺奖。究竟这些荣誉会花落谁家呢？不要走开，好戏马上开场。越青春越闪亮，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在又一个美好的夜晚和我们相聚在大宁剧院，共同欣赏咏莲杯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粤秀组终极竞演的下半场比赛。我是主持人钱云。经过我们上半场的精彩的展演之后，已经有13位来自粤秀组的优秀选手呢，得分和排名已经产生了。那么这个排名呢，只是暂时的。那么随着我们展演的推进，这个排名随时随地都会被打破。所以在这儿，我们给11位即将出场的选手加油，好不好？那么在这儿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展演的规则。每位选手的展示时间都是10分钟。选手按序号依次展示，超时将扣去2分。如果终极竞演内容与首轮汇演或竞技竞演重复，将扣除1分。按照评委评分高低，排名前10的选手将荣获粤美中华金艺奖荣誉，那么其余选手呢将荣获粤美中华嘉艺奖的荣誉。好，那么在今天晚上第一位选手正式出场之前呢，还要荣幸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担任我们今天下半场粤秀组终极竞演的评委老师们。首先为大家介绍的就是粤剧名家，我们永远的王子赵志刚；粤剧名家王冰梅，欢迎；著名作曲家何占豪老师；浙江省戏剧家协会秘书长谢丽红老师；著名昆剧表演艺术家汪世宇老师。刚才我们主题曲《追梦青春》的演唱者，粤剧名家金靖；著名编剧蔡福军老师。再次掌声欢迎，感谢7位评委老师的到来，谢谢你们。好了，那么我们的比赛就正式开始了。首先由杭州粤剧院的小生演员金玉娇进行展示。今晚她的展演剧目是《德清嫂桑园》，掌声欢迎。妈，我回来了。哎呀，天宝，总算把你盼回来了。怎么样啊？叫他肯回来嘛？叫他病了。病了？他得的什么病啊？他腰子留下的老病根。也受此的迹象，
就要犯病。哎呀，那赶快把他接回来，好好养病啊！他不肯回来。他是现在的年轻人，有几个愿意和老身子弟？还是要他回来，就要分家。分家？不说，就要和我离。好了，你不要说了，好吧，那就分家。妈，你怎么也这样说？亲宝啊，老话说得好，四大分叉，二大分家，分了也好。我不同意，我们家就这么一所新房子，怎么分啊？新房子留给你们住，我的燕子啊，知道帮上要拿进老房子里去。那是一座快要拆的破房子，怎么支撑你？这你就不用担心了。你这不是当儿子的脸吗你？想多了，手机尽快点，破房也能变新房。青娃，快去把娇娇接回来啊！不，我不。哎呀，你不去，难道我们夫妻俩又要这样生活下去吗？哎呀，快去，快去！妈，我对不起你。妈妈。
52号金玉娇的展示结束了，我们请评委老师为他打分：98.3分、98分、98.4分、97.5分、98.2分、98分、98.3分，他的最终成绩是98.16分。来，掌声祝贺一下他。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请出的是58号选手陈海峰，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龚老生，他的竞演剧目是《曹操与杨修杀妻》，掌声欢迎。相爷，你为反对彻夜守灵，自己的身体更需保重。业绩还我10余年，寄予牵挂了。如今我杀他立计皇陵，非等于这杨修。那杨修为了相爷的军国大事日夜操劳，就连相爷的起居冷暖也常挂在心。实在就是他去之后堂，请我为相爷添衣分暖。怎么是杨修？他请你为我把一天，相爷为何是此惊慌？相爷，前月土方圆。
会参加。请评委老师亮分：98.2分、98.5分、97.8分、97.4分、98分、97.5分、98.1分。陈海峰的最后得分是97.92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63号选手李云霄，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宫花旦。今晚他的竞演剧目是《窦娥冤·斩娥》，掌声为他加加油。
63号李云霄，展演结束。我们来看一下评委的打分，请评委老师亮分：98.8分、99分、99分、
98.7分，98.6分，98.5分，98.8分。李云霄的最终成绩98.78分。接下来我们请出的是64号选手潘巧巧，来自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有限公司，供花旦竞演剧目《红楼梦》，掌声欢迎。
问侬此生身上一才华非当。那么刚才出场的是64号选手潘巧巧，来自宁波市小百花越剧团有限公司，她的竞演剧目是《红楼梦》葬花。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节目能够得几分？98.5分、98.3分、98.4分、98分、97.3分、98分、98.2分。潘巧巧的最后得分98.18分。好，接下来出场的是65号选手刘丽英，来自浙江越剧团宫花旦，她的竞演剧目《花中君子骂唐》，掌声欢迎。继续。剑锋利。
你家家风素情啊，是不中宁心送君来消沉。
么刚才是刘丽英的展演结束了，我们请评委老师给她打分，98.5分。在上周的节目中，我们为您带来了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终极竞演越秀组下半场的部分内容，历经层层筛选，脱颖而出，最终晋级的24人将共同角逐10名金艺奖和14名嘉艺奖。究竟这些荣誉会花落谁家呢？不要走开，好戏马上开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请出的是来自上海粤剧艺术传习所68号选手陈兰芳，是花旦演员，她的竞演剧目是《白毛女重逢》，我们为她掌声加油。唱声，到底是谁？我不是仙，也不是神，我不是鬼，也不是神，你究竟是什么神？
喜儿。多亏大圣将我举孤当山根去逃生，天涯茫茫无路飞。荒山野岭把声震。鸡排神，可排人，东排称为玉排星，生生排了3年整。那一天不睡。谢谢陈兰芳，我们来看一下她的得分情况，请评委老师为她打分：98.2分、97.6分、98分、97.6分、97.7分、98分、97.8分。陈兰芳的最终成绩97.82分。好，接下来登场的是79号选手谢晓，来自绍兴小百花越剧团宫花旦，她的竞演剧目《窦娥冤》斩娥，掌声欢迎。情所你不变，恰为无声是何把颠倒变？天呀地！你洒天道长生错生缘，且趁我临终伸冤，先人间。无因缘，热血不洒红尘地，一腔碧血怕凡间。我儿冤
晴空迎风起，层层彩云卷，落月线漫漫，冰花顿时灭。巫山远处这从此关岭关山阳远，昆山连都是我发下这功夫的缘，这是我天大的奇缘。缘难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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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缘难辨。飞鱼为我迎，北风为我行。一张张思念多出烟，才把我确实的头我冤魂心。我们请评委老师为他打分：98.3分、98.1分、98.2分、98.1分、98.2分、98.3分、98.3分。谢晓的最终成绩是98.22分。好，那么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浙江越剧团的花旦演员82号王静，她的竞演剧目是《情探杨告》。风雨一层，伤心相思花
当今八四年，我也曾与王魁同到神前八四名，谁知道生死我佛与他共饮，谁知晓此生之年不知心忘了本，他清官定期采取做新生，二百两银子一封信，等为心怀，深深空等。王生生自正义，思出隐隐，与我归隐。八元生不理我，你们大家都不理我。我明白了，此今王魁逼不得已情，他中了对名状元，于是天子的门下。
好，请评委老师为王静打分，98.6分，98.9分，98.8分，98.4分，98.4分，98.5分，98.5分。王静的最后得分98.56分。紧接着，我们再请出的是来自嵊州市越剧艺术保护传承中心花旦演员84号吴琼，她的竞演剧目是《陈三两骂唐》，掌声欢迎。记得报恩是回来，逃避心。可记得凌晨里二八两埋身啊你，从此生年随着福音心啊。可怜我太偏落在风尘，离家风诉情啊怕。是不住人心送去埋小城，先是埋坟前几场，要一朵春意的莲花不算尘。父曾愿做陈三两，心心相依。离不离，我的起别来相残你，妃子你梅花全是苦对啊真。翻开诗卷
请评委老师为无穷打分：98.3分、98分、98.4分、98.5分、98.7分、98.7分、98.1分，无穷的最后得分98.40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请出的是来自桐庐县越剧传习中心的徐婷宫花旦，竞演剧目《白蛇传》《哭梦娇》，掌声欢迎。梦
那么，请评委老师为徐婷打分：98.8分、98.2分、98.7分、98分、98.4分、99分、98.5分。徐婷的最终成绩98.52分。这个比赛进行到这里，其实就剩下最后一位选手了，这就是87号选手，来自诸暨市文化艺术中心的邵晓霞。去报应300两。相听亲家红迎曾下脸，他回家去度饥荒，教子去约8、4年，长大千万莫做官。
也是小侄，你这管将来。情相连，一席话。龙队撒刀来埋下，历经高原早上挂，路上身，快马和开封，乌鸦宽抱着为民做事是真是假。我唐诗为全诗，报了陈驸马这天灭父子，并不责罚。正要切骨相望，当即乱民心骚，他宋江在发誓复仇乱了天下。皇帝来了也不怕，举罪举起迎迎前，自行砸去黑无上，开封府上把令好，我们请评委老师为最后一位选手打分：98.3分、98分、97.6分、97.8分、98.6分、98.5分、98.1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邵晓霞的最终成绩98.14分。随着最后一位选手的展演结束，
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终极竞演越秀组24位选手的终极排名也已经产生了。最终获得金鹰奖的10位选手是陈丽君、李云霄、温珊珊、王静、徐婷、王伟佳、张亚洲、张菊秀、吴琼、刘丽英。也同样恭喜获得嘉义奖的14位选手们。下周我们将为您带来粤美中华粤剧青年演员大汇演终极竞演新雷组的精彩实况，让我们一起静待新秀们的诞生。